你一定要听完，如果不听，下一个在倒水时跌倒的人可能就是你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吓人，但请相信我，这是真实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。你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，或者身体还算硬朗，但平衡能力的退化往往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开始。让我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。陈太太65岁，住在台北大安区，她每天早上都会去传统市场买菜，这是她自己10年来的习惯。但就在2个月前的某个星期三早晨，当她正要走过市场入口那个小斜坡时，脚突然一滑，整个人就这样跌倒了。她告诉我，那一刻她感到的不只是身体的疼痛，更多的是内心深处的恐惧。她开始害怕出门，害怕走路，甚至连在家里走动都变得小心翼翼。她失去了自信，也失去了自由。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别担心，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逆转的。平衡不是天生就固定的能力，它是一种可以训练、可以改善的技能。就像你学骑脚踏车、学游泳一样，你的身体有能力重新学习如何保持稳定。这里有一个科学上的秘密，几乎没有人会告诉你，你的大脑和肌肉之间的连结可以透过简单且规律的练习来强化。而这个练习每天只需要5分钟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就是5分钟的平衡训练。我把它称为5分钟平衡练习法。这是我多年来在临床上帮助无数病人重拾稳定步伐的方法。它不需要器材，不需要去健身房，你在家里的客厅、厨房，甚至在阳台上都可以做。但如果你选择忽略这件事，如果你觉得我现在还好，应该没问题，那么请你想象一下，每次你站起来的时候，心里都会有一丝不安；每次你走楼梯的时候，都会担心自己会不会踩空；每次你出门的时候，都会害怕那个不小心的瞬间。这不是你想要的生活，对吧？所以，请给我5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告诉你如何透过简单的动作，让你的身体重新找回那个稳定、自信、不再害怕跌倒的自己。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能收到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是否正在观看这部影片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你可能会问，5分钟真的有用吗？让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来解释。你可以把平衡系统想象成一个城市的交通系统，在这个系统里，血液就像是车辆，血管就像是道路，而你的大脑就是控制红绿灯的中央系统。如果这个交通系统每天都有规律地运作、调节、检查，那么整个城市就能顺畅运行。但如果你1个星期只让它运作1次，甚至完全不管它，那么这个系统就会开始失灵，道路会堵塞，车辆会迷路，最后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。你的平衡系统也是一样的道理，它需要每天被启动、被提醒、被训练。这不是靠1次长时间的锻炼就能解决的，而是需要持续规律的小练习，让你的神经、肌肉、反射动作保持在最佳状态。这就是我要介绍的5分钟不妥协习惯。什么叫做不妥协？就是无论如何都要做，不能因为今天比较忙、今天比较累就选择跳过。因为一旦你开始妥协，这个习惯就会慢慢消失，而你的平衡能力也会跟着退化。科学研究已经证实，规律性的训练远比偶尔1次高强度的运动更有效。你不需要每周花1个小时去健身房做平衡训练，你只需要每天花5分钟在家里做3个简单的动作，就能显著改善你的稳定性。这是因为你的神经系统需要重复提醒，每一次你练习这些动作，你的大脑就会记住1次，这是正确的平衡方式。
你的肌肉就会记住一次，这是我该用力的地方。你的脚、踝、膝盖、腰部都会学习如何协调运作。记住这个原则，持续性比强度更重要。你不需要药物，不需要昂贵的器材，你只需要每天5分钟的专注和坚持。这5分钟可以是你早上刷牙之后，可以是你晚上看电视之前，可以是你煮饭等水滚的时候，把它变成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就像呼吸一样自然。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教你这3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是我们的基础，训练你的脚踝和小腿，让你站得更稳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。在我开始教你这个动作之前，让我先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医师是我的好朋友，他有一位病人叫做阿美阿姨，今年67岁。阿美阿姨去年夏天在家里穿着拖鞋走路时，因为拖鞋有点滑，整个人就这样往前跌倒，手腕骨折，在家休养了3个月。她非常沮丧，觉得自己老了，没用了，甚至不敢再一个人出门。林医师当时就教了她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，脚跟提起运动。阿美阿姨每天早上起床后，在厨房等热水的时候就做这个动作，持续做了2个星期。2个星期后，她告诉林医师，我现在走路不会再发抖了，去市场买菜也不怕了。这就是我今天要教你的第一个动作，脚跟提起运动。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重要？因为你的脚踝就像是一栋建筑物的地基，如果地基不稳，整栋楼都会摇晃。你的身体也是一样，如果脚踝没有力量，你就很难保持平衡。现在，请你站在一张椅子后面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，注意不是用力抓着椅子，只是轻轻地放在上面，给自己一点支撑就好。接下来，慢慢地把你的脚跟抬起来，让你的身体重量集中在脚尖上，想象你正在努力去摸天花板，让你的身体往上延伸。在最高点的时候，停留2秒钟，感受你的小腿肌肉正在用力，然后慢慢的有控制的把脚跟放下来，回到地面。重点是慢、稳定、有控制，不要急，不要用力弹起来，不要让你的身体晃来晃去。你要专注在每一个动作上，让你的肌肉真正记住这个感觉。一开始你可以做10次，每天早晚各做1组。如果你觉得太累，可以先做5次，慢慢增加。重要的是每天都要做，不要中断。有些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，他们会用手臂的力量去撑起身体，或者脚跟抬得太快，导致失去平衡。请记住，这不是速度竞赛，这是训练你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协调运作的过程。如果你现在正在看这部影片，我鼓励你现在就试看，站起来，找一张椅子，做10次脚跟提起。你会发现，这个动作虽然简单，但做完之后，你的小腿会有一点酸酸的感觉，那就是你的肌肉正在被唤醒的证明。每天5分钟，从这个动作开始，你的身体会感谢你。现在，让我们进入第2个动作。你知道吗？走路其实就是一种有控制的跌倒，每一步你都在挑战地心引力，每一步你的身体都在努力保持平衡。而当你能够控制每一步的节奏和稳定性时，你就不会轻易跌倒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练习抬膝原地走。这个动作听起来很简单，但它能够训练你在单脚站立时的平衡能力，同时强化你的髋部和大腿肌肉。请你再次站在椅子后面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。这次我们要做的是慢慢抬起你的右膝，让大腿与地面平行，就像你在原地踏步一样。但记住，这不是快速的踏步，而是缓慢、有控制的抬起和放下。当你抬起右膝时，你的左脚要稳稳地站在地上，
感受你的左脚如何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，在最高点停留2秒钟，然后慢慢放下，换左脚抬起。这个动作的关键在于你要保持上半身的稳定，不要左右摇晃，不要往前倾或往后倒。你的视线要看着前方，不要低头看地面。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时会犯几个错误。第一，他们会用力抓住椅子，让手臂承担太多重量。记住，椅子只是辅助，不是让你依赖的工具。你要学会用你的核心肌肉和腿部力量来维持平衡。第二，他们会踮起脚尖，当你站在支撑脚上时，整个脚掌要平贴地面，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稳定性。第三，他们会呼吸急促或憋气，请保持自然的呼吸，这样你的身体才能放松，肌肉才能正确运作。一开始，你可以每只脚做10次，总共做2组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稳，可以先扶着椅子多做几次。等到你觉得有信心了，再慢慢减少手的支撑力量。我要告诉你一个秘诀，如果你每天早上做这个动作1分钟，你的稳定性会有明显的改变。你会发现自己走路时更有自信，上下楼梯时也不再害怕。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学会了如何在动态中保持平衡，而这正是防止跌倒最重要的能力。现在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动作，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个时钟伸展。让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大部分的人是怎么跌倒的？很多人以为跌倒是因为往前走的时候失去平衡，但实际上跌倒往往发生在你突然转身、弯腰捡东西或者往侧边移动的时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训练多方向的平衡能力。想象一下，你现在站在一个巨大的时钟中央，而你的脚尖可以指向时钟上的任何一个数字。这个动作就是要训练你的身体在不同方向上都能保持稳定。请你站在椅子后面，双手轻轻扶着椅背。这次我们要用单脚站立，另一只脚轻轻地往不同方向伸展。首先用右脚站立，左脚慢慢往前伸，脚尖轻点地，就像时钟的12点方向，停留1秒钟，然后收回来。接着左脚往右侧伸，就像时钟的3点方向，脚尖轻点地，停留1秒钟，收回来。最后左脚往后伸，就像时钟的6点方向，脚尖轻点地，停留1秒钟，收回来。完成之后，换成左脚站立，右脚往前、往左、往后，重复相同的动作。这个动作的重点不在于你能伸多远，而在于你能不能控制你的身体，保持你的躯干稳定，不要摇晃。很多人在做这个动作时会犯的错误是，他们会弯腰、低头看地面，或者让支撑脚的膝盖往内倒。请记住，你的上半身要保持挺直，你的视线要看着前方，你的支撑脚要稳稳地踩在地上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无法保持平衡，不要紧张，这很正常。你可以先缩短伸展的距离，或者让脚尖只是轻轻离地就好，不用真的往外伸。重点是让你的大脑和肌肉学习如何在不同方向上协调运作。这个动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能够启动你的多方向反射能力。当你在日常生活中突然需要转身、闪避或者改变方向时，你的身体会自动做出正确的反应，不会因为突然的动作而失去平衡。每次完成这个动作，你都在训练你的大脑，建立更快、更精准的反射系统。这不只是肌肉的训练，更是神经系统的升级。一开始每个方向做5次就好，慢慢的你可以增加到10次。记住，不要急，不要勉强，让你的身体慢慢适应。好，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动作的
教学现在。让我们来谈谈如何把这5分钟变成你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有一个概念叫做习惯堆叠，意思是把新的习惯连接到你已经有的习惯上。比如说，你每天早上都会刷牙，对吧？那么你可以在刷完牙之后，就在洗手台前面做这3个动作，或者你每天都会煮咖啡，那么在等咖啡煮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练习这些平衡训练。关键是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点，让这5分钟成为你每天必做的事情。不需要完美，只需要持续。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比较累，有些日子你可能会觉得没什么感觉，这都没关系。重要的是你每天都有做，即使只是简单的做完这3个动作，你的身体都会记住，你的平衡能力都会进步。我希望你能在这个里留下一句话：我每天5分钟练平衡。这不只是给我看的，更是你对自己的承诺。当你公开说出这一句话，你会更有动力去实践它，而且你也会鼓励到其他正在看这部影片的人。我们一起参加5分钟平衡挑战，一起变得更稳、更健康、更有自信。想象一下，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早上你在厨房里，在那个熟悉的空间里，你选择了站稳，你选择了给自己5分钟，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强壮。这不是一件小事，这是你为自己的健康、自由和未来所做的投资。我要感谢你愿意花时间看完这部影片，感谢你愿意为自己的健康付出行动。记住，跌倒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只要你愿意每天花5分钟，你就能改变这个结果。祝福你拥有健康、自由、稳定的人生。我们下次见。